弯着腰，一刻不得闲。何玉堂夫妻俩忙着采收有葱之极品称号的三星葱。要在天色暗之前全部拔好，很赶哎，摸一副唔到哎，快来不及了。天内都做得了，慢慢来就可以。天内都做得。哦，慢慢来就好，天的来就做的。这般气定神闲，是因为葱农们早习惯看老天爷的脸色，得豁达点。眼前这一大片三星葱田，几个月前因为水灾肆虐，可全泡了汤。因为下雨下到这个田埂都满过去了。什么？这个都淹上来，水都满过去了。我们经济状况好一点的话，人家不会来赚这个钱，因为就算我打工，我做临时工，搞不好一天1000块、2000块，那个比较稳定。但是这个有风险。什么风险？就是台风的风险。出货量少，难怪每逢台风季，三星葱会飙到1斤300元以上的超高价。一亩亩葱田成了窃贼入侵的开心农场。没有，就这样整个它就种这样子啊，就整个人家拔了以后顺便搬走啊，谁偷的不知道啊？帮你采收啊？对啊。隔天早上一来，不见了，没办法，因为这里附近也没有录影设备啊。只能说三星葱太吸引人了，葱白长，纤维少，又清脆，口感就是不同。跟南部、跟中南部的葱比起来，就是说我们的种植的方式比较不一样，所以说葱白比较长。话讲回来，但是葱白种泥土种深的话，它生长比较迟缓，而且它较歹搞。人力成本也省不了，采收后得徒手洗掉葱的污泥，常常得从凌晨开始作业。这一捆捆卖相十足的三星葱，着实得来不易。我付唔到诶，天天嘅來超做的。我付唔到诶，天天嘅來超做的。